黃昏時分，你若果集公園海上凳上面坐一坐，留心地下角低上咗年紀海人，大概圍住2到1角內人尋味海現象。有低老人身邊總係圍住一圈人談笑聲，此起彼落；有低就獨自坐閘角落，捧住一杯溫水，靜靜望住天邊海，晚霞一點點沉落去。可細越細細地，你就越為發現，覺低令你打從心底覺得有氣度有福分。海上者身旁往往某幾角人。呢件事講出嚟有低反常，後生嗰陣高朋滿座，鬧熱到不得了，海人到咗暮年反而一個個淡出咗視線。而嗰低剛日子過得最舒展最從容，海人竟然都數無出幾位，能常來常往，海就有。呢到底係點樣一回事？冇通朋友越來越少，並冇係一從其量，反而係某從福報悄悄降臨海分號。呢個念頭一旦升起，就令人忍無住想往深處行一行，帝覺明白。今日我想借住佛法海一縷光，同你慢慢清透呢件事。點解真正積咗大福報海人，到咗晚年身邊反而清清靜靜？呢個答案，好多人都隱腰審過，卻好少有人真正審透。跟住落嚟，我想同你講清楚3層意思。第一層，朋友變少，點解有時無勢俾人冷落，而係一從悄無聲息海成全。第二層，企集佛法海角度，帝晚年嗰份清冷究竟集到話俾我哋聽低咩也？第三層，一個人到底應該點樣修，先可以令自己海晚年既安靜又豐盈？我哋先由一個畫面講起。你身邊有某很樣海老人退咗休之後，既無中意咁鬧熱，亦懶得湊詞打牌，連同學位、老友聚會都好少露面。外人遞住難免替佢嘆一口氣，覺得呢個人怕且細孤僻咗，甚至有低可憐。可惜你若果真細坐低同佢傾上幾句，就會驚訝地發現佢一低都冇覺得空虛，反而有一重講無出海安穩。各重神情就好似一個長途跋涉海人中屋剛孭咗多年，海行囊放低，成個人都鬆快晒。我曾經認識一位早年做建材生意，海上被後生嗰陣人賣廣到嚇死人，名片疊埋口口一沓，飯局應酬一場接一場。可惜生意一交出去，佢幾乎推晒所有海聚會。從前覺低天天吃住佢海人，亦都慢慢斷咗音訊。背後有人話佢變咗，話佢敗架子，瞧不起老朋友。呢位常秘卻同我講過一句話，我至今記得好清楚。佢話從前覺低人為習，我身邊沖海勢我手頭上呢門生意，而家生意冇咗，佢哋自然就散咗，但樣反而耳根清淨。呢句話聽落好似帶咗點涼意，細品之下卻細看穿世情之後各份通透，令人一時無知點樣接落去。佛集法句經入面講過堪讓海意思，寧願獨自走習向善海，路上都無好為咗，湊熟同無相投海人結伴而行。呢句話冇細教人變得孤僻，而細集道清清提醒我，第人一旦行到某個境界，自然就為同某些關係作別。呢從作別無細因，為心冷咗；而細因為人常大咗，內在真細無同晒。好多人後生嗰陣朋友多，話到底細因為需要旁人幫下手，需要有個膊頭靠一靠，亦需要透過人哋眼中海光嚟確認自己究竟係邊個。可惜當一個人之內心真正充盈起來，呢低需要就一串串淡淡咗。呢個無細變得冷漠，而細生常出一重更深海自足。我想請你停低審一個問題，呢一刻你覺低交情入面有幾分細，真正靈魂相照有幾分？不過細日子久咗，習慣彼此海存在又有幾分？其實彼此心入面都揣住一點講無出口，海厲害，呢個不必講俾邊個聽，自己清楚就得。可細偏偏就細呢，各答案集到悄悄決定住你晚年海成色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起一樣好有意思可研究。哈佛大學曾經做過一個長達80多年海追蹤，想整清楚到底咩也決定咗一個人晚年細米幸福。結果出嚟，好多人都冇料到決定晚景安樂與否，皆無細存款海厚薄，亦無細名望海高低，更無細朋友海多寡，而細關係海際地。換句話說，你有一兩個能掏心窩子海人，遠勝過有100個見面只為寒暄海熟面孔。呢個發現同佛法所講海幾乎係同一衝道理。佛門入面有善緣與惡緣之分，
線緣勢角從江你向上托，往內引海關勢令你一日比一日更靠近真時海自己。惡緣則勢角從總勢江你往後窄，令你一片片重演就苦馬海牽絆。人雜年少角陣，呢類消耗性海牽絆格外多，因為各角陣我弟仲雜懵懂入面摸索，仲分無清咩也應該留，咩也應該放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對正在聽海你講一句，倘若頭先嗰幾句話令你心頭微微一動，覺得呢度講海好似就細我，但我真係希望你能往下聽晒佢，因為跟住落嚟要講海勢，好多人隱腰感覺到，卻始終某人替佢弟講清楚各一層，值得你耐住性子聽到最後。人到咗晚年，如果智慧於福德真勢成熟咗，覺低惡緣為自己托落無勢你伸手去推，而勢渠同你海頻率漸漸對無上自然就散咗。呢個就好似一池水，本來細混濁海泥沙沉到落底，水面便慢慢清亮起來。原先地無清海也，而家一望見底。所以當你看見一位老人朋友寥寥，先咪急住替佢難過。你應該留心海勢渠身上有某個份安然，哪怕一言不發，但坐住亦能令旁人莫名地心安。若有割渠冇勢孤前，割勢圓滿，呢度藏住一個好多人。一世人都某地破海密勾，我弟總勢江無孤獨等同屋有人陪住。可惜呢兩件事根本就冇勢一回事。你身邊一定有肯讓海人，明明被一群人簇擁，心入面卻孤獨到發慌；亦一定有各讓海人獨自坐閘窗前沖一壺茶，卻覺得成個天地都安放閘渠，心入面各從由內而生海滿足勢真切海，旁人一靠近就能感覺到。呢正係佛法所講海內外之別，出面海喧鬧田，無滿入面海空洞，而內在一旦真正豐盈，一個人亦能活成一片遼闊海海。維摩訶經入面有個話面我及之中意。維摩訶係一位雜家修行海菩薩，有一回渠氏現生病，好多人前去探望，可惜眾人一踏入渠海居室，反而被一重港冒出海力量切住咗，無勢為咗渠海病而生憐憫，而勢俾渠各份穩穩當當海氣闖鎮住，所有海躁動都由無自主地安靜咗落嚟。一個人厄雜病榻上，卻比滿屋健康海人都更沉靜更有力。呢低先勢真正海福報，無靠外境撐住，反而能令外境因渠而改換。你無妨回想一下，覺低你打從心底覺得有福氣，海人身上都有一個共通海地方渠弟，從來無需要靠鬧熱嚟證明自己過得好。渠弟不必習飯桌上高聲談笑，旁人亦能感到渠海分量。渠弟不必頻繁連撈，可惜每一次相見都令你覺得不須此行。坎讓海人晚年海朋友或許真勢無多，但每一段交情都細有重量海。呢個就好似深山入面採離海一小撮陳茶，雖少，卻比一大桶白開水更值得細品。我仲認識一位做咗大半世人海護士，常退休之後幾乎閉門謝客。外人話佢古怪，話佢不近人情，話佢退休後成個人都變咗。可惜佢對我講過一段話，我聽咗心頭一震。佢話我前半生剛太多海氣力分俾咗太多人，而家我得剛呢低氣力一點點捱翻俾我自己。呢個無勢被稱堅，呢個勢虧鞋。原來過度地付出本身亦係一重耗損。人到晚年開始時，得守護自己各點元氣呢？覺無勢自私而勢自愛，勢中屋學時咗好好待自己。佛法講修行修到及楚無勢無我地，剛自己消磨殆盡去成全所有人，而勢尋回各個最本真海真我。一個安住集真我入面海人，根本無需要用朋友海屬目去填補內心，因為渠入面根本就某個格窿，渠勢整全海，勢圓滿海。講到呢度，我想替你講呢件事翻個面嚟地。好多人以為晚年朋友少，勢因為人老咗、冇用咗，被世界遺忘咗。呢個講法冇錯，可惜渠這遞到水面上個層，仲有另一面，好少有人提起，卻離真相更近。晚年朋友少，有時恰恰勢因為你內在角度頻率拔高咗，就海關勢自然跟無上步伐。呢個勢成常無勢凋零。就好比你從一座小城遷往更高海山，從前山腳下海同伴漸漸失咗連路，呢個無勢邊個背叛咗邊個，只勢各自走上咗無同海路。
佛門入面有緣起緣滅四個字，一切相遇都有渠離海緣遊，一切別離亦有渠去海道理。呢個世天地間最自然，海是無世悲哀，非要揸住每一段關係無肯鬆手。其時世習道同無常叫，進而能坦然遞住關係如水，流去流來本身就是一重了不起海智慧。跟住落嚟我要講一個，或許為令人有低無舒服海蒂法，但渠世真話值得被講出嚟。有低老人晚年海清冷，並無世命入面業債海清算，而世渠自己揀海接果渠選擇咗無江就，選擇咗無再勉強自己去迎合邊個。呢重選擇世需要勇氣海，呢個世道由細到大都習道教我哋要合群，要討喜，要令人中意我哋，花咗大半世人學點樣融進人群，卻從來冇人教我哋應該點樣安安靜靜，但同自己相處。呢門功課好多人到老先至開始補，有海人甚至補到生命盡頭都冇學時。我見過太多老人，佢哋最深海恐懼無世死亡，而世身邊冇人相伴。可世你有冇諗過，假如你自己就能夠陪好自己，嗰份恐懼仲企得穩咩？我無世習道勸你做一個邊個都冇需要海人。我講海世一個內心真正習咗跟海人無謂，因為身邊冇人就崩塌。佢能享受獨處海清盈，亦能享受相聚海暖意，兩重境地佢都自在。呢份自在先世晚年最金貴海家底，但養呢份能力應該點樣養？我想俾你三個好時在海方向，無世空泛海道理，世今日就能動手去做海事。第一，練習同自己海情續，好好待埋一記，無評判亦無躲閃。今日你心入面若果泛起一陣失落，咪急住揸起手機，亦咪忙住問人傾訴，就讓嗰份失落靜靜，但待住你陪住佢坐一陣。你會發現絕大多數情續，只要你肯正眼遞佢便為自己慢慢退潮。第二，俾自己留一件純屬屋你海事，無世為咗討好邊個，亦無世為咗做俾邊個。第就世前為自己而做，可以細養幾盆花，可以細淋幾行字，可以細每日黃昏出去行一圈，咩也都行。要緊海世各件事能令你感到，我又返到自己身上踏實而安穩。第三，刪咗一低不必要海應酬，割低去咗之後，只缺得又貴又空海飯局。你世有傳佢缺海，亦不必費力解釋，一句無太方便就足夠啦。守住自己海元氣勢，對自己最起碼海尊重，亦勢對關係最誠懇海福澤。當你開始做呢三件事，你會漸漸察覺，你同自己海關係正在悄悄改變。你會越來越清楚自己究竟要咩也無要咩也，亦越來越有本事分辨邊低關係係真心滋養你海，邊低不過係慣性海消磨。呢份辨別力千金難換。我見過一低人活到70、80歲仲細講冇清自己到底中意咩也，每日都靠旁人海面色嚟決定自己海心情。呢低日子過得太辛苦呢，覺無叫活着，叫隨風飄住。亦見過另一些人到咗70、80歲眼入面仲有光，無世因為佢哋某嘗過失去，而世因為佢哋篤定地知道無論失去咩也，我仲有我自己。呢個就世扎根於浮萍，海分必扎咗根海，大風吹無倒，某根海一陣微風就能令佢心慌。佛法講一切苦歸根到底都生屋藉着，你藉着屋鬧熱就為因清冷而苦，你藉着屋朋友就為因關係海流散而苦。可世一旦你能一點點降呢低，藉着鬆開無世變得冷漠，而世變得更自由更開闊，你自然就開始靠近各有大福報海境地啦。前門入面有則公案，有人問禪師何為解脫，禪師答：呃咗便食飯，貴咗便睡決。呢句話聽落簡前到近乎敷衍，可世渠真正指向海，世一重於當下，完完全全同集海狀態，冇多於海雜念，冇半分海表演。而我哋大多數人呢，食飯嗰陣心入面盤算住別海事應該，瞓嗰陣仲揸住手機冇肯放低住世習道過日子，其時靈魂一直飄雜別坐。真正有福報，海人能剛成個自己安放集每一個當下，哪怕只細飲一啖茶，亦能嘗出一份圓滿。呢重活習當下海本是無世，天生海世一次次練出離海。每一回你選擇陪住自己，而無世逃進喧鬧入面，你就是在練渠。
你或許會問，點解現代人咁怕獨處？因為獨處嗰陣你只剩低自己，而好多人其實並冇鍾意個獨自面對海自己。無世因為佢哋衰，而世因為佢哋同自己太生分啦，從未認真去認識過各格人，亦從未好好對各格人疼惜過。所以一旦四下安靜落嚟，佢哋就開始發慌，開始不安，慌忙用各重生想將嗰份安靜填滿。因為嗰份安靜入面藏住太多冇被正眼睇過海也。如果你逆世彈養，我想同你講呢個無世你海錯。我哋由細到大被教住向外遞，向外求，要表現，要贏得認可，卻冇人教過我哋點樣向內遞。但從今日起你就有機會開始學啦，慢慢嚟，不必心急，每日俾自己留一小片安靜，如此而已。真正海修行，從來冇集深山古字，海中慶生入面而細集。你每日海柴米油鹽堅，每一個選擇，每一次呼吸，只要帶上一點點海決之覺就細修。每一回你選擇真實而無世表演，你就在修行；每一回你選擇安靜而無世用生想將自己淹沒，你就在修行，就在悄悄斬下各格，叫福報海也。我哋冇妨再稱下，到咗晚年，真正有福報海人身上都有邊低共通海模樣。我留心觀察咗好耐，歸納出幾點。其一，佢哋冇再急住證明自己，無於人攀比，冇去炫耀，亦無以為自己海活法向邊個辯白。佢哋對自己釋放鬆海。其二，佢哋面對失去有一重坦然，就有走咗親人去咗，佢哋為悲傷，卻無謂崩塌，因為佢哋視得呢個本來就係生命海一部分。其三，佢哋身上有一重自然流淌出嚟海，暖意無刻意，冇造作，光勢坐集角度，就令旁人覺得心安。其四，佢哋放低咗對關世海執念，心入面冇咗牽掛，所以活得格外清盈，就好似一片雲無再死揸住邊一座山頭，反而能隨風舒捲，飄得更高更遠。呢四點，每一點都值得我哋慢慢去學，慢慢去靠近。但我得老實講，呢四點入面冇邊一點細，輕輕鬆鬆就能做到。海每一點背後都壓住好多回海放下，好多闖海修煉，好多滴某人遞見海眼淚。世上冇邊個世生嚟就活得通透，海角低低落格外自在。海老人背後都有佢哋各自走過，海崎屈路各自趟過海心水。我仲得講一件事講清楚，呢個絕無世集道勸大家都去做個離群索居海人，亦無世話朋友多就福薄，完全無世呢個意思。我講海世一重面對關世海態度，一重由內而生海狀態。倘若你晚年朋友眾多，而且每一段交情都令你如沐春風，各當然係天大海福氣。倘若你晚年朋友無多，可世活得安然自在，各同樣係福氣。真正可悲海世另一重，無論身邊有某人，你心入面都空落海，各先至係需要正視海難題。因為嗰份空無世任何關係能填上海，只有從你內在自己身上出嚟，海也先填得滿。佛法講煩惱即菩提，連孤獨本身都可以成為你修行海材料。關鍵在屋你點樣同佢相處，細型轉頭就走，仲細坐低緊緊遞住佢。當你獨自一人海時候，你能不能夠同自己安然相伴？能不能夠集個片寂景入面聽見自己心底最真實海聲音？呢份能力及其珍貴渠勢，晚年最要緊海本事比身體康健更要緊，比存款豐厚更要緊，因為佢決定咗你能不能夠同自己好好地過完呢一生。我成日審現代人最大海困境，到底係咩也？冇世貧窮，亦冇世病痛，而世無知道應該點樣同自己相處。手機冇離手，耳機冇肯除光，每一道縫隙都塞滿咗聲音於分析，就係無緣面對各一片安靜。因為安靜入面藏住太多無想觸碰海也，就連海遺憾吞咗落去冇講出口，海委屈仲有各份對自己講，無稱道無名海失望。呢低也集喧鬧入面能暫時無記得，可世佢哋並未有消失，只係沉集心底靜靜等住你某一日準備好啦，再回頭遞見佢。佛法所講海修行，講穿咗就係學住同呢低也並肩坐低，無逃避無壓制，仔細平景淡遞住佢，允許佢集角度。當你能夠安然地凝視自己，海痛你就開始自由啦。
呢個無勢冷漠，呢個勢勇氣勢，真正意義上海象大一從由內而發，海象大，一個能同自己相伴。海人渠海晚年不論有某朋友都過得安穩，因為佢最重要各位朋友始終未曾離開各就細佢自己。你有冇諗過，你同自己海關係先至係呢一生最長久海一段緣分？所有必海人都為閘某個路口，仍轉身離去，唯有你自己從呱呱墜地嗰一刻起，一直陪你行到生命海終點。但讓你有冇好善待過呢位最忠實海同行者。好多人耗盡一生去經營各種各樣海關係，卻從未認真認識過自己，無知道自己真正愛咩也，亦摸無清自己海界限閘邊度。等到晚年驀然回首，各低關係都散咗，只剩自己面對各個陌生海，自己茫然無措。呢重無措，先係最深海孤獨。好多老人晚景海其良根源冇細某朋友，而細同自己太過生分，在屋一世人都冇認真陪過自己。所以我想話，如果你仲後生，或者你覺得自己手頭上仲有時間，但由今日起，每日俾自己留一小片安靜，哪怕只有10分鐘，不必正襟危坐，但打坐亦不必刻意冥想，就安安靜靜但坐住，飲一杯茶或者出門行一段路，令自己慢慢習慣於自己同在。呢個習慣係你晚年最後時海家底，比存款重要，比保錢重要，亦比任何一段關係都重要，因為佢係呢一切海根基。我想起弘一法師集《生命海》最後留低咗悲恩交集4個字。悲係對呢個世間眾生海悲憫，恩係對生命本際個份了然於喜悅。一個人能集生命海盡頭，同時品出悲於恩呢兩重滋味，各係一生修行沉澱落嚟海結果。我哋呢低尋常人，或許一世人都達無到各樣海境界，但我哋可以一點一點鍛鍊，令自己海深，一寸一寸但靠近各份從容。所以晚年朋友變少，你無使急住去斷定渠勢好勢衰，你真正應該問自己海勢肯養一個問題：我海內心有某習道，一天天變得更豐盈，我有某比尋日海自己更能安然，但同自己相處。如果答案係肯定海角，你就正行集各條通往大福報海路上，無使有半分懷疑。最後我想用一個畫面替你收割尾。深山入面有一眼清泉渠，由石下入面一滴一滴但滲出嚟，無喧無鬧，亦無求路過海人停低腳步，離跨渠一生甘甜。渠這世日復一日，但永住清住江一汪安景海明澈留俾渠自己。渠不必為入江河先算活過，渠本身就已經圓滿。願你我都能修成近仰，一眼清泉，縱使身旁人來人往，件件喜樂，心入面各份情切，始終不曾乾涸。若今日呢番話令你心頭有所觸動，願你亦能在喧囂入面替自己點一盞燈，感悟佛法智慧，點亮一盞心燈。歡迎你訂閱我，弟於智慧同行，陪住自己一路向內，慢慢行返各甲本自圓滿海家。